家好，我是 Julia。今天我来到一个朋友的家，他家里正做着住宅加持法会。大家知道什么叫做住宅加持法会吗？其实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，我们都会有很多好的能量和不好的能量。什么叫做不好的能量呢？就是说，家里都很和气，样样东西都非常顺利。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感觉慢慢的家里的人开始有吵架的啊，或者是不和气，或者是小孩子跟老人家常常会生病，或者是在某一个角落，你会感觉那个地方非常有压迫感，或者是特别黑暗，就可能你就感觉家里好像多了一个人，可是你看不到。很多人的家里都会有这种感觉，可是人家说不出来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需要做的就是住宅加持法会了。这个法会非常好，为什么呢？它除了会把你家里的这些负能量赶走之外呢，它会把你家里的正能量提高。因为有了这个加持，它把很好的正能量带到家里来，家里呢除了会开始和气，小孩子跟老人家也不会再生病。那可能你感觉那个在你家里那个看不到的东西，他也感觉他不在了。这个法会呢，现在我朋友家里正在做着这个法会，我现在带你们去看一下。